不可能就此认栽。戴家高层想要的不过是个交代，那就给他们交代啊！我这就找人抓了王胜跟宋嫣，一起把他们送回去。大长老让我权衡利弊。哎呀，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犹豫？徽墨江山皆入画，何人称寡拥天下？飘零红颜点绛唇，怎奈白首亦乌发。江山易改，红颜薄命。大长老让我权衡的便是如此。那明天去你家别院走一遭吧。王胜就住在这里面。王胜，来的真及时啊！哎，我正好饿了。有长进啊，知道穿衣服了。上次没穿衣服。您好，您是？初次见面，在下宋命。哦，宋家先前失了礼数，我已按家规惩处，而今日前来是为了道歉。这样啊，那里边请吧。谨以此令赠与王兄。此后，上林城内畅通无阻。这是家主令，这怎么可以？那我就笑纳了。有件事情牵扯戴家，王兄可有所耳闻？想必戴家现在是要找你要人，顺便狠狠敲上一笔。王兄是聪明人，正是如此。戴家除了要你，还要嫣儿。哎，我先说好，我是不会束手就擒的。我也是。戴欢远不如他弟弟戴孝，即便不死，几年后也是被废，死于血脉纷争。况且戴家已经取走了宋家的9星元魂，戴家找我要人，其实也只是讨个说法罢了。那就给他个说法，人是我杀的。至于宋嫣，戴家要就给吗？还是说，他对你们来说，只是一枚随时可抛的弃子？嫣儿与我青梅竹马，我与王兄亦有英雄相惜之情。但此事关乎上林城千万百姓，那就由我承认，戴欢是我杀的。嫣儿，王兄，我赠你家主令，便是想你即刻动身，逃出上林城。嫣儿，你跟他一起走吧。哼，宋命，你要放他们走？大长老，戴家问责，我一力承担。大长老是个鸟。这是大长老的传音使。事关宋家安危，又岂是你一人之事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宋嫣通过家族试炼，宋家方能有借口以上位弟子身份保住宋嫣。但上林城便要牺牲一些，赔金币、割田地，以弥补戴家损失。至于王胜，若你能助嫣儿通过试炼，我便给你3天时间，准你逃出上林城。之后，宋家会与你划清界限，与戴家一同通缉你。你可愿意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老玉叔，哦，燕小姐，哦，姑爷也来了。老玉叔，是时候执行家族试炼了。啊，小姐，不是说好你3重境的时候再去吗？现在去很危险的。有那么难吗？凭我2重境巅峰，